最嚇人嘅係隱性脂肪肝啊，好似丁子朗咁啊！嗱，佢平時咧都唔煙唔酒嘅喎，咁試過咧拍劇嘅時候咧，俾劇組發現佢眼打白喎，一查咧先知原來係肝酵素急升，係脂肪肝嘅先兆啊！醫生就話咧，如果唔理佢嘅話，10年後有機會演變成肝癌㗎。係啊，其實壓力大、作息亂一樣可以令到個肝超載㗎。有研究指，大約有10% 嘅脂肪肝患者會演變成為肝硬化，一有肝硬化咧就仲大鑊。20到30% 嘅肝硬化患者咧，更加會搞到會有肝衰竭，或者咧係肝癌㗎。哇！真係好大鑊喎！嗱，唔怪得知咧上榜嘅仲有許廷鏗啦。之前咧佢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就驗出咧佢嘅肥肝指數啊，去到323，仲勁過小肥喎，係嚴重嘅脂肪肝啊！都有一個肥肝嘅狀況。肥肝咁啊，而家你翻咧都係有比較。嚇到佢啦，即係急腳去減肥啦。有段時間咧仲狂打羽毛球啊，希望自己可以出一身汗。醫生警告佢啊，再唔理個肝嘅話咧，隨時變成肝癌啊！係啊，做運動咧絕對係一件好事，出一身汗咧可以促進代謝，幫助個肝臟咧減輕負擔嘅。但係咧單單靠運動咧未必夠全面㗎，仲要配合內在嘅調理先可以徹底解決問題。